不要碰我衣服。不要碰衣服。拿来的，拿着本子。啊？第二首还是第三首？我考你们，第二首还是第三首？第三首哈，嗯。欢送各位哈，等一下我们要一起跳台湾组的师傅舞哈。
所有的小朋友，我们到场中央，我们要跳排湾族的四步舞哦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即将要离开我们这个部落。所有小朋友吗？来，赶快，小朋友带你们的朋友来。来，我们一起下来跳哦，这是我们就是结等一下我会唱那个原住民的歌曲，然后来跳舞哈。你们先跳示范给我们看，我们会了就会跳。再来跳啊！这个四步舞，台湾族的四步舞。我的名字我们那个放上。下面的老师在跳。哎，你们呐，一起下去跳啦！老师在跳舞。雪儿，你戴你用的美貌把很多人骗下来，快点。来哦。音乐，好，你在这里唱音乐。浩晨，音乐啊！扎边老师不会用哦，你帮他用一下。来，我们往那边哈，因为我们这边要头先戴，对，我们手啊！来，你来这边。重播一次啊！去。